对，咱俩这主要打个什么气节呢？大家就我这里，啊，记牢。哦，也给他。记了，那住这吧来，听他看那个。对这是，咱们马上能就老兄干起嘛的，老菜干别捏的，下面自己那工资给捏滚点的，他这里捏嘛那朝那水，水简单些的，检测工作，简单的出气用的，接近的气里面的，他看了的简单些啊，说俺没说的，当天人没有的，当天是呢，马上这老早点么的，多大程度啊？你来他妈拿起心干么着？大家不是哭个记者的了，干起来干嘛回去打架？你老板，没事的了，干嘛花主要嘛的，对路过来还主要嘛，别旁边说爹爹对了，下面自己那不是拿着弄么着去了，不干了就。抖音。